全部關晒門啊，陰公！唉，慘！我而家喺上九路一直行去下九路，見到咧呢一列嘅商鋪咧，全部都係吉嘅，空晒，關晒門。呢度都幾大鑊，講真。最記得當年同阿媽過嚟行街嗰陣時候咧，呢邊咧好旺啊，知唔知啊？而家咧估唔到啲鋪吉晒。點都諗唔到呢度係星期日下午3點嘅上九路。呢度之前好旺㗎，自從電商經濟嘅轉型，再加上疫情3年嚟嘅衝擊，再有歷史嘅老字號啊，都頂唔順啦。當年嘅上九路車水馬龍，你想喺度揾一間鋪啊，都一鋪難求嘅。而家啲業主啊，真係叫苦連天啊！你想揾人租都幾難咯。如果唔係我移民咗美國8年啊，好耐冇行過上下九，諗住心血來潮咁睇下上下九而家係咩樣啊！所以就從上九路開始行到下九路，但係經過上九路嘅時候，真係嚇咗我一跳。我點都諗唔到喺呢個1500年前宋朝時期，曾經被譽為廣州嘅 CBD， 而家俾人嘅感覺就好似美國破咗產嘅城市底特律咁樣。其實可以理解嘅，買貴嘢我可以去北京路，買平嘢我可以上網去拼多多。隨住網購經濟高速發展，呢啲傳統商業同埋實體店鋪只會越嚟越多俾人淘汰。唉，西關已經唔再係當年嘅西關啦，然而廣州亦都唔係當年嘅廣州啦。